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月14号。这一期咱们聊点这个比较炸裂的话题，比较撕裂的。什么话题？关于一个圈子，一个小群体去泰国清迈买房子，现在开撕，当然了，已经撕了很长时间了。这么一个话题，我想有很多人实际上也关注到这个话题，尤其是翻墙的。正好最近泰国的话题比较热，主要是泰国没有照顾好咱们的同胞。我们的同胞被骗往缅甸妙瓦底，途经泰国，泰国没能尽好他的责任。这是胡锡进这些正能量他们的观点，照顾好自己的国民，主体责任居然变成了泰国。这个确实很厉害，这叫移花接木。当然了，今天重点话题不是这个缅甸妙瓦底的电诈，而是泰国清迈的房子。这个话题实际上应该1-2年前就有人在讨论了，但是我从来没聊过，因为我不感兴趣，我没有移民的计划，我也没有，至少到目前没有到海外定居的计划，我对类似的计划根本就不感兴趣，也不会去花时间去了解。当然，毕竟这个事情讨论的人比较多。这2天恰好一个是这个清迈房子的当事人，一个叫野夫的，他接受了一个著名UP主，也是前央视主持人的采访。他那个节目我看了一下，1个多小时，所以我就没有勇气看下去，太耽误我时间了。我跳着看了一下，大概其知道一点。然后正好有一个叫李大眼的，大家恐怕应该知道这个人，他发了一篇文章，这文章我可以看，也可以花个10几分钟看完，叫我终于可以说说清迈那些事儿。我把很多人写的还有接受采访，我把它串到一起，我大概知道一些框架，8九不离10。就他们中间这种恩恩怨怨，法官也不一定能捋得清楚。我们只要知道他的一个主脉，我们要知道他问题出在哪儿，关键点是什么，了解这个就够了。这个大眼的文章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可以自己在网上去搜。他的文章特别长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。他文章开始就说但凡不想用脸来洗地的人都该明白，尊者是方舟计划唯一发起者，凭兄弟信任及封城导致的焦虑促成计划，但完成的极糟，为了回避问题就撒谎，为了圆谎就撒更大的谎。这个李大言在他的文章的前言部分，他就给这个事情定了性。他这个尊者说的就是野夫。这个尊者的称号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在他们纠纷过程中，正好有部电影叫《周处除三害》上映，大家都知道有他们闹矛盾的这些人，就援引这部电影叫《周处除三害》，说如果野夫致意当尊者，《周处除三害》这电影我没看，但是介绍简介我是看了的。那里面的尊者最后不被给打死了吗？也就是搞那种邪教的组织的头成为尊者。他说如果野夫致意当尊者，那就把野夫比喻作邪教的头，我也不介意当周处，意思就是说，那他就要把野夫给干掉。这个大眼说尊者这称呼生动准确，以下援引，也就是大眼说野夫是尊者，不是尊敬野夫，而是你要从他这个来意来说，那就是暗示这个野夫现在已经走上邪教的头啊。阅读理解基本能力要有。这个事情来龙去脉是什么呢？什么叫方舟计划？我想起来一部小说，王朔的，应该名字叫各执一词吧，或者我把这名字记错了，就是他的小说我记得非常清楚，从不同的角度说一件事情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不同人说出来完全不一样，甚至大相径庭，完全是反过来的。就在清迈买房这个事情上面，不同的人说出来也是完全相反，叫截然相反。从李大眼的说法，他整个文章我看完，从李大眼的角度来看，基本上在封城期间、口罩期间，因为大家活动都不方便，野夫他在泰国的清迈，那时候泰国还没有封城，或者封的不是很厉害。根据李春鹏的意思，野夫在清迈他搞了个方舟计划，也就是他跟开发商合作，或者是他替开发商卖房，你怎么理解都可以。方舟计划是什么呢？就他搞一个叫高知社区，大概这个意思，也就是那些向往某种理想国度，或者是向往某种理想社会，是三观差不多，有共同的爱好，实际上就是那个圈子嘛。这些人一起到泰国清迈，住进这样的一个社区，大家打造一个世外桃源，喝喝咖啡，喝喝酒，谈谈情，聊聊文学，聊聊理想抱负，实现对自己的救赎，大概这意思。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实现不了这个，我们到清迈去找一个社区，叫方舟计划。我说的不一定完全准确，我只能说出大概意思，你要想了解更加具体的，自己去找资料看。按照大眼的说法，野夫有了这个方舟计划之后，就开始推销给他的朋友、认识的人、老师、粉丝，
推销这个方舟计划。他这个方舟计划实际上让你去清迈在社区买套房，这中间说的非常好，具体这房子怎么买多少钱这个不重要了啊。这个野夫就找到了大眼，在野夫的再三劝说下，大眼他就心动了。按照大眼的说法，他是再三推辞，对这个无动于衷，但是后来实在是盛情难却，大眼不仅自己买了，而且发动了他的粉丝、他拥趸、他的朋友加入，由他的朋友再去发展他朋友的粉丝、他朋友的那些拥趸去买房。野夫答应大眼或者告诉大眼，这中间有佣金，而且这个佣金很干净，那大眼就拿了这个佣金。大眼介绍的朋友再介绍朋友，大家都拿佣金，这个有点像传销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扩散。等到交房的时候，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野夫承诺的那些东西很多没有办法兑现，比如土地确权，后来改成什么使用权，它之间的纠纷比较多。这是从大眼这个角度他阐述了这么个事情。后来大眼说啊，建议他以及他发展的这些买房的人，他的粉丝、他的朋友，把佣金退一半给那些买了房的受害者，就这么个事。从野夫的角度说出来，就是反过来的，是野夫在清迈好好的，本来在那享受那个优美的环境，怡然自得，结果这个时候国内不是封城吗？他的粉丝、他的朋友水深火热啊，然后他的这些朋友就向往他，羡慕他在清迈这个生活，也想来投奔他，他没有办法，他喜欢交朋友，既然人家来投奔他，盛情难却。那投奔那有人有钱想买房，他只好这个野夫抛下自己的事情去找开发商，能不能搞几套便宜的房子。这中间也有李大爷，野夫说李大爷找他说他有一批人想买房，你看看完全反过来的啊。那野夫没有办法，那就勉为其难，找很多开发商沟通盖华人社区。那后面这些人陆陆续续因为口罩结束，他们都能出国，到了清迈把房子一收，就像所有的业主买房一样，收房即维权，交房即维权呢。就这种事情咱们见得多了，不要说野夫了，也不要说泰国开发商，你就是央企、保利、中海，他现在一交房也是维权。原因我给大家讲过，对吧？我们不要去纠结他到底哪儿坏了，漏水、装修不好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交房一定会有维权，因为没有达到他们预期，你承诺的和你交付的不一致。承诺的有的是嘴上一承诺，有的是合同里面的，嘴上的承诺有的时候是双方的误解，有的时候纯粹是瞎承诺，口头这么一说，说尽量争取，尽量这样或者争取这样，在对方听起来他信任你的人，他认为那一定成了，但是对说的人来说好像应该是不行，所以我才说尽量。你看这都是沟通误会。你买房你也知道，开发商的销售人员可以说的是天花乱坠，为了把这房子卖给你。我2003年在北京买房，我看的第一套房就是北京站边上，小区名字我都忘了，绝对的核心地段呢。那时候房子才6000多一平米，我当时觉得可以，就准备买，结果后面咣啷咣啷的火车经过，我就问那个销售，我说这火车这几分钟一趟，几分钟一趟，谁受得了？这睡都睡不好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隔音措施，有隔音墙，那时候没有，感觉地都晃。销售居然跟我说，他说北京站马上就要搬走了，规划都做好了，就为了卖房子，他什么谎他都能编。我没有相信他，所以我就没买。说这个什么意思？总之这帮人在野夫买这个在清迈主导买房这个事情一下就崩盘了，各种狗血就出来了，大家各自在网上发声，各执一词啊。按照李大爷的说法，这里面还有很多人呢，先是维权的向野夫讨一个说法，后来又演变成维护的，就是维护野夫的地位和形象，就是类似这种仿佛横跳还有背刺的友谊的小船，说翻就翻了，而且翻得很彻底，而且还要对簿公堂。买房之前这种其乐融融的小圈子一下就瓦解了，四分五裂。我今天聊这个我无异于聊谁对谁错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说仔细去看，因为这个事情你要想知道对错，那只能是法院见，就是打官司，法律判决谁对谁错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搞清楚，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叫引以为戒，我们要从这个事情中要汲取经验教训。第一个教训就是你关系再好，你不能涉及钱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，比如朋友关系或者是同学关系，就不是那种血缘关系的最好少谈钱。你要沾上钱，基本上是要翻脸。只要沾上利益，
基本上很难善终。所以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直播的时候，我都是反对什么朋友合伙，什么一起开公司，想得很美好，但是一旦沾上利益，难平衡，很难处理好中间的矛盾，人性很难接受考验。别管是谁，都差不多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涉及利益，尤其是这么大一个事情，买房这种事情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居然相信一个没有操盘实力、没有操盘经验的、没有搞过房地产开发的，相信他，追随他。你别看这些人在大家形象中好像是应该是知识分子，很有文化，很有见地，有思考能力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他们这么盲目的追随野夫去买那个房子，和大家去追随上海大爷爱在深秋、豁牙大爷买股票，不是一模一样吗？有什么区别？这个野夫他很有可能，比如说写书、写作、对社会认知等等，有自己的独特见解，但是不代表他什么都行，他不是孙悟空，他不是万能的。所以说，这些追随他然后受累的这些人，现在声称自己是受害者的人，你是成年人了，你又不是小孩子，应该反省。你把自己的钱、把自己的利益当作儿戏，你盲信、盲从、盲听，但是又玩不起，这就比较悲哀。我追随我的偶像，我拿500万、拿300万去买了一个东西，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打了水漂，我无怨无悔。我认为这是我应该付出的，这是我成长的代价，这让我认识的更深刻。就像藏传佛教供养上师一样，供养仁波切，但心中是拿自己所有的财产来供养，人家无怨无悔，人家不觉得自己上当受骗。虽然上师到了点就去了寺庙去收钱，收完钱去成都的别墅或者是北京朝阳哪个别墅住着，但是信众不觉得自己上当了，玩得起，这是矛盾的，对吧？就这些追随者一遍说追随他，最后发现一地鸡毛。我看了，本质上还是缺乏独立思考，本质上还是在树立一个偶像。偶像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就跟着他就完了。这个恐怕是我们一个通病。我们提倡独立思考，实际上独立思考非常叫珍贵。这个事情上面他们撕的越厉害，越暴露他们的缺点，人性的弱点，暴露出自己的缺点，认知的缺点。这是第一个也就是说，除了亲情关系，不要谈钱、谈利益，尤其是这种朋友、粉丝这种关系更不清楚。我倒不是说这是叫收割韭菜，他出发点初衷恐怕也不是为了收割韭菜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中间确实涉及利益。第二个就关于卖房佣金，不管是大眼说的还是野夫说的，他们都说了一个事实，实际上就是他们是向自己的粉丝、向自己的朋友兜售这个房产，只是兜售的这个理由，那也就是方舟计划，描绘一个美好的蓝图，最终是卖他的房子，有佣金。那重点是佣金，我看很多人就扯不清楚，如果你拿了佣金和不拿佣金，这是两个概念。如果不拿佣金，那你纯粹是两头帮忙，你要么是帮野夫的忙，哥们儿这儿开发了一大堆房子卖不掉，我帮他找人，我这边有实力的朋友很多，介绍一下看看他愿不愿意买，至于买不买那是你们俩的事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不要1分钱，不拿1分钱，我就是介绍你有这个需求，他有房子，恰好两边我都认识，那你立得住，就是出了事跟你没关系，我只是介绍，我感到很内疚，我认人没认清楚，但是我本人又不拿1分钱好处，我只是介绍，所以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得找谁去。但是一旦你拿了钱，那性质变了，你拿了钱你就得承担责任，无论是道义的还是法律的。按照大眼的说法，出了事之后，他以及他下面的这些人，就他那个一圈的人，把佣金都退了一半给受害者，大概这意思。他这个事情本质上更像是野夫和大眼他们一拍即合，准备赚点钱，何乐而不为？又能卖房子，又能实现什么方舟计划，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，三观一样的人住在一起，又能赚钱。实际上这个不就是成了大家嘴里说的经常批判的既要又要，这就是典型的既要又要。只是这个事情后面翻车了，所以大家撕破脸，开始互不承认。实际上就是双方想赚一笔。3年疫情恐怕都憋坏了，都缺钱，只是这个事玩脱了，玩漏了，兜不住了，大家各自撇清干系，开始甩锅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至于谁给谁甩锅，反正都是他们互相甩锅。你拿了佣金，你就要对你的朋友负责，对买房的人负责。我想无论是野夫还是大眼还是其他人卖这个房子，恐怕都没有正规的中介合同，或者叫居间合同，或者叫经纪合同，没有。如果他有正规的居间合同，那大家按合同办，我拿了10万块中介费，我拿了10万的佣金，我负我的责任，我负什么责任？没有，都是成年人，居然认为这样的事情可以不签个合同，或者不走正规的这种
中介合同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一手托两家，你赚了钱，你应该承担责任，你不能把锅一甩了之，这才符合自己的认知，叫知行合一。如果你承认拿了钱，你把这个全推给野夫，这是不对的。野夫说我给你钱了，拿了钱你就得阐释。买房的人说我听你的话买的，你忽悠了我，你说服了我，是你向我兜售这个房产，所以脱不了干系，这中间就是钱。第三一点我想说的，实践是实践。有很多人看上去他认知很高，眼光也很高，层次也很高，但是实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按照伟人说的，秀才造反10年不成。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但是你这样的实操，一个社区50-60栋楼都搞不定。反映的就是这么个现状啊，它不一共就50-60栋楼吗？50-60户，它那是别墅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估计加起来不超过100户，而且大家三观一致的人都搞不定，这反映着什么问题啊？某种程度上也反映着叫幼稚病呢。按照大眼人的说法，当他落地清迈去收房48小时以后，他就在那个群里面开始大骂尊者，还他妈不如社团。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大眼说，那天我喝酒了，哭得伤心，骂得粗鲁，尊者指责我骂脏话，我说再脏的脏话也脏不过你干的脏事儿。这就是我经常说的，你要按油管上那些人那个态度，他的邪恶程度比社团那邪恶多了。这些人才是大外宣，他是为了验证社团说的外面有狼，这些人就站出来说我就是狼，外面有狼，我就是。社团说你看他们都邪恶，这些人就站起来，你看我就是这么邪恶。他就是为了验证社团说的是对的。要学会独立思考，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，因为社团可以渗透任何一个小团体。关于这种合作翻车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朋友之间互相帮忙，还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方舟计划，什么乐土，还是说你站在一个救世主的角度，上帝视角，你想拯救某个人，都不行。只要涉及利益，迟早翻车。你比如说河南的亮亮丽君跟折扣牛马欣彤，大家自己可以看，马欣彤在他的办公室有监控录像，马欣彤跟亮亮丽君夫妇两个人在那谈话，这个录像一两个小时的都有，在网上好多，我也是随便看了一下。我不站马欣彤，我也不站亮亮丽君，我从我个人角度聊这个事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两个人，马欣彤和亮亮丽君，他们双方在合谋怎么样骗自己的粉丝而已，在打磨剧本，只不过是两人没谈好。马欣彤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剧本？我是一个好的老板，我一直在扶持你。而这个亮亮丽君他打造的剧本是我是一个好的员工，我一直在配合你，我受了很多委屈。我99%的人看不懂这个录像，也收不到点子上去。如果你能把这录像视频看完之后，你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，说明你已经通了人性了。他们只是各自站在各自的利益上面，怎么样去找到共同点，说服对方，怎么样去忽悠自己的粉丝，怎么样引导舆论。说白了是在密谋一个剧本，只是没有密谋成功，没有达成一致，翻车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支持折扣牛也是傻，你支持亮亮丽君那也是蠢。亮亮丽君这个小两口实际上是我们很多底层人的写照，非常不容易，一路打拼，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。结果买了烂尾楼也不要紧，他就生活受到挫折，但是这个又给他人生第二次机会，他开始搞自媒体，有了流量，就像那个叫泼天的富贵来了，他没有接好，就路走歪了。这就像一个穷人乍富，就你突然一下富了，一个穷人突然富了，十有八九要出事，就他这个财产他守不住，反而会为其所害，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。塞翁得到一匹马也不一定是好事，突然流量来了，他一下火了，粉丝多了，他没有把路走好，开始精心打造人设，这个实际上是咱们从底层出身很容易遇到的问题。你遇到的机会你不一定能把握，你也把握不好，除非有更高层次的人指导你。从他俩人这一路走来，你就发现非常不顺利，因为他有了很大的流量之后，他没有把握好。本来是一个励志的积极向上的一个小夫妻，结果被流量扭曲了。为了迎合流量，为了迎合粉丝，粉丝要求是五花八门的，对吧？粉丝又不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他迎合了这部分粉丝，就得罪那一部分粉丝，最终自己会被撕裂。这个马欣彤他恐怕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，他想渡这个小夫妻俩，或者本身他就想利用他这俩的流量给自己做宣传。但是不管是哪种目的，是不是最终是一地鸡毛，两个反目成仇，和大眼和野夫反目成仇本质上是一样。你不要涉及利益，你折扣牛马欣彤你想帮亮亮丽君，不是你这么个帮法，你觉得你帮了他，实际上你们有涉及利益。涉及利益，这个亮亮丽君就觉得我做的很多，我给你带来流量了，我宣传了，
对吧？结果你的付出少，或者他没达到他的目的，他就不想干了。那个马欣彤他的人设就崩塌了。马欣彤想打造一个我在我的帮助之下，这小夫妻俩又上了一个台阶，或者又怎么样？那是为了通过这小夫妻俩显示我厉害，而不是显示这小夫妻俩厉害。结果小夫妻俩不干了，那不证明我失败了吗？那哪行？他无非在打造这么个剧本，没有达成一致，那就开撕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野夫在清迈卖房子，还是这个哲克牛和单恋丽君夫妇，这个事情告诉我们，不要涉及利益。第二个，认知是认知，实践是实践。王阳明说，在事上练，你书读的再多，没有实践是不行的。无论你是什么观点，你的三观如何，人性的弱点都一样。这一期咱们就是闲扯，我无意说判断谁对谁错，这个我再强调一下，最终说谁对谁错得看法官怎么判，其他人很难说清楚。但是我们要懂得一个道理，引以为戒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